我跟妮妮好了。张正恒，你他妈再说一遍！志恒，你。 宁儿，好兄弟，一鸣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妮儿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，那孟叔，也不是。 什么话非在门口说呀？走进去说。怎么样？我真有话要跟你说。让我来说。你先回去。 我们的事我不想逃避，我想当面跟他说清楚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严重？一鸣，我跟你们两个说呀，你们这眉来眼去的，我这小心脏可受不了啊。行，他不说，兄弟。 你说，对不起，我跟妮妮好了。我刚刚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一鸣，我跟妮妮好了。张正恒，你他妈再说一遍！志恒，你干嘛呀，刘一鸣？你有什么你冲我来！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东海，你留下来陪他一下吧。你留下更好吧？他现在不想看到我，我还不想看见他呢。更不想看见你。
就是我刘一鸣最大的梦想。我想好了，不回北京了。我宁可分手都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。以后我不管你再生气，都不准拿分手2个字开玩笑。小娜，对，是我，帮我订间酒店，1周，我自己住，没事，你照做就好了。早上好，阿姨。哎，小关，哎，早饭我都做好了，把一鸣叫起来吧，一块儿吃啊。那个，昨天晚上我们玩的有点晚，让他多睡会儿。哎，昨天晚上你们半夜3更回来，是不是喝多了？没喝多，就是有点累。阿姨，让他多睡会儿啊。哎，对，我跟你说呀，我一定让他多睡，他想睡到什么时候睡到什么时候。啊，哎，我去把行李拿回来。你吃点早饭呢？那个，阿姨，我不吃了啊。你说这孩子真是的。爸，起来了。妮妮啊，爸，认得我了？傻女儿，你是我女儿，我怎么会不认得你呢？爸，你终于认得我了。怎么了，闺女？哎呀，是不是爸又吓着你了啊？不是，我高兴。奇怪了，这头啊，成天都是头昏脑胀的，这。那要不我陪你起来走走？慢点。哎呦，不行，那快坐下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天旋地转的，我真的是躺太久了。那我帮你揉揉，哎呀，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哎，妮妮，你不是要去北京的吗？我不去北京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一鸣分手了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因为我不想耽误他，想让他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小花，谁都想要追求梦想，我也想。史丹佛大学的建筑系，我想了一辈子了。你们做领导的，为什么要阻拦我去追求我的梦想呢？就不能有同理心吗？你也有儿女啊，你也有家庭啊。我们家的妮妮还那么小，你为什么要调我去那么远的地方？你说。
告诉我，为什么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我可以离开这里，我可以永远消失在你和张志恒的视线里面，但是我不想做个傻子。告诉我为什么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爱你了。你看着我，再说一遍。事实就是这样。对不起，一鸣。我不相信你，我不相信你会背叛我，我不相信我们4年的感情比不上你和张德儿的4个月。这4年来，可以在我身边跟我朝夕相处的人不是你，是张志恒。迁就我，人潮再多，已携手过太多。谁想等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，曾经清楚着爱过。你从哪里开始，就从哪里结束。张总，张总，你怎么抽那么多烟啊？房子乌烟瘴气的，我帮你把窗帘打开，透透气啊。张总，我给你带了点吃的，你趁热吃点吧。放哪儿？你放心，公司没什么事儿，有一些要见的客户我都帮你安排到下周了，就是有一些要马上签字的文件我都给你带来了，有空的时候你看一下啊。还有就是，莫董今天下午打来电话了，没什么其他的事儿，他就是问你什么时候回去。你今天去医院了吗？我刚从医院那过来的。梦叔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梦仙一切都好。要没什么其他的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记得趁热吃东西。小娜，帮我买个手机。好啊，要什么牌子的？和原来一样就行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。
儿子，你这是刚起来呀，还是没睡呀？啊，我睡不着。那你饿不饿呀？我不吃了吧？啊，儿子，你胡说八道！你不吃饭能行吗？妈去你这儿吃啊！来，走。妈，儿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有什么事跟妈妈说，要不妈妈都快急死了，你知不知道啊你？我真没事，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待会儿。啊。别再喝了，儿子。妈妈问你，是不是孟妮儿跟张志恒好了？啊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，也不想说。你不听不行。自打你从剧组回来没回家，妈这心里边就犯嘀咕。你回来了以后，什么话都不说，你又走了，妈心里边就明白了。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，我现在已经不生孟妮的气了。你们俩好了那么多年，谁也不欠谁的。你把你的好时候给了他，他也把他的好时候给了你。最不应该的就是你不在他跟前儿，你没跟他在一起。要是其他的姑娘，可能早就飞了。孟妮的爸爸病了以后，我这心呐，沉得像一块石头压着一样。我和你爸什么都没说，这人要讲情义，讲道义。孟妮一天是你的女朋友，她的困难就是咱们的困难，他们家的事儿也就是咱们家的事儿，就是砸锅卖铁，咱们不能够埋怨人家孟妮儿一句呀。你拍戏挣了钱，我和你爸都给你和孟妮儿存着呢。现在孟妮儿已经改变主意了，你就知道孟妮儿怕连累你。妈，你说孟妮是不是真的就怕连累我？其实她跟我说分手是骗我的，是吧？儿子，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去过孟妮家，我看到她和张志恒在一起，谁看到都像一对儿。你和孟妮儿是一见钟情，可是生活当中最牢靠、最稳固的，就是日久生情啊。儿子，妈妈该说的话都跟你说了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你爸呢，他也是这个意思。这孩子大了，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处理。人这一生啊，要遇到很多很多的坎儿，都得靠自己去迈过去。谁帮你都是不行的，儿子。放心吧，妈，我没事儿。听妈的就行啊，儿子。哎，妈啊！哎，儿子，那你听妈的话，去吃点饭行吗？我吃。好，好，好，妈妈给你做，好不好？好，听话啊。老妈，是啊，回来了。我前段时间手机坏了，新换的。不是，
主要是那边的客户实在是太热情了。今天什么时候回家？好，晚上见。拜拜。张总，你要多喝几杯啊！你要多喝几杯。够多了。出来喝酒，大排档。几位老总先喝着啊，我打个电话啊。老大，老地方，出来喝酒。我这儿跟客户拼命呢。算了，别，我这弄完过去找你。你就是刘一鸣，我想考国戏，你愿意教我表演吗？仿佛时间静格凝结不忍想他们挽手离开的模样，爱情匆匆告白，没太多的期待，我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，带着爱的无奈走开，承认感情已经漂白，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，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，对不起，我跟妮妮好了。这4年来陪在我身边跟我朝夕相处的人不是你。其实我希望可以给你一辈子的幸福。我们俩又不会分开，对不对？重重牵挂，我那个世界已无人的街，停在这一页。匆匆告白，没太多的期待，我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，带着爱的无奈走开，承认感情已经漂白，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，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，剩下我迷失在无序的心结，等待你从我携手走。我去。不行！不行！过来！不拿酒啊！再吼，我可以再吼，而且来喝水。我要喝酒。我要喝酒！我要喝酒！哎，你说不能打我哥！说了不能打我哥！不能打我！再干！刘一鸣，你还是我儿子刘一鸣吗？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像刘老九、刘酒鬼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你从早到晚睁开眼睛就喝呀，你把自己喝死啊！你爱了这个孟妮4年。离开他你就活不了了，是吗？那我跟你妈爱了你20几年，你想过没有？你真要喝出个好歹来，我和你妈还怎么活得下去？太让我失望了你！我一直对你有信心呐，现在看见你这个样，我活的心都没了。谁不遇到点困难，谁不遇到点坎坷，都像你这样，那还活吗？刘一鸣，你给我记住，
以后做事儿、想问题，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男子汉。我的为什么没有？我为什么没有？我就是害怕你干什么呀，儿子？你别了，儿子，你别了，儿子，你别再打，老头子，你干什么？你走你的老头子，儿子，儿子，妈，儿子，我从小到大，我也是第一次这么看不起我自己。大哥，大哥，饿了吗？你饿了？那你赶快去吃饭吧，就不用送我回家了。我是说咱们两个一起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啊，我们两个现在都需要点时间去适应。你要是不适应我们俩现在的关系的话，你可以继续把我当成是你的骑士啊。一鸣，如果如果你要实在不喜欢我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的话，你可一定要告诉我啊。没有，我真没有这个意思。我只是……志恒，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去适应。我懂。其实一鸣给我的压力不比你小，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儿。所以呢，你别乱想，我和你一样，都需要时间啊。不过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儿子呢？昨天晚上睡太晚了，让多睡会儿。你也敢吃？啊，今儿我跟你一起出摊，我准备一下。先生，请问你是需要卖房呢，还是买房呢？我想租房，给我你们这最便宜的一居室。我们回来了，我回来喽！哎呦喂！妈，儿子，哎，你看看你妈给你做了多少好吃的啊！哎，我说老太婆，我跟你提个意见，行不？啊，我天天出去干活，你也没怎么慰问过我呀。你儿子今天就出去干了这么一天活，你看你做了多少好吃的啊！你吃素啊，也没吃对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所有的菜，哎，都是人关海买的。关海？怎么着？把咱们公司老板给打劫了？叔，回来了，叔。大安，过来，站好了，手摆正。干啥呢？啊？不跟你说了不让你乱花钱的吗？哎，说，听我说啊。那个，我在你们家也住这么长时间了，现在我决定搬走，这顿饭就当我向大家辞行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我有位哥们儿啊，房子空着，然后很便宜的租给我。再便宜，是不是也得花钱啊？这该花的钱得花呀。叔叔阿姨睡觉那么轻，我那工作。晚上喝酒喝到半夜，总打扰他们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。再说了，自己住，舒服，方便。请问他妈什么时候？哎，别跟我提他妈，我还等他妈走，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。行了，洗手吃饭。叔阿姨，今天尝尝我的手艺啊！哎。小心点啊，老大！哎，到了，看看怎么样？这房不错呀，
感觉还挺惬意的，有那么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啊。老大，说实话啊，这房子其实我是通过中介租的。我说你小子行啊，不仅把我骗了，把我爸我妈也给骗了。你租这房子干嘛？你住我们家不就成了吗？你这无形当中是不是又花了一笔费用？你有钱了？老大，首先我要不那么说的话，叔叔阿姨肯定不让我走。还有，不是所有的钱能省就省的。最主要的，我是想和冰冰有一个独立的空间。空间，这我懂啊。老大，有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要觉得不该讲，你别讲；你要觉得真该讲，你就说来听听。我一直以为，就算冰冰变了，梦妮儿都不会变。你别生气啊，我是想说，如果你和梦妮儿在一块儿的话，天天在一块儿的话，也不至于现在这样。所以说呀，两个人真的不能分开太久。我跟冰冰，现在我俩之间隔着他妈，整天都见不着面儿。如果哪一天真出了问题的话，我肠子不都得悔青了呀？老大，我可能说重了，你没事吧？都已经这样了，还能有什么事儿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不搬家吗？也没带什么礼物过来，就当帮你暖房了。拿着，你拿着。我们家在海上，你们家不在这儿，我没什么花钱的地儿。再说我现在也没女朋友，我有工资，你还有秦兵呢，你花钱地儿多了。老大，这钱是你拼了命赚的，我怎么拿？你让我怎么拿？兄弟，你知道我刘一鸣拼了命赚这份钱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梦妮儿。也对，但是也不对。我刘一鸣曾经问过我自己，我那么辛苦的拍戏，演那么多自己不喜欢的角色，到底为了什么？后来我想明白了。是为了我身边珍惜的人。蒙妮曾经是我珍惜的人，但她现在不是我女朋友。可是我现在身边还有很多值得我珍惜的人，我爸、我妈，还有像你这样的好兄弟。兄弟，这钱你收的，我会非常感谢。行了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还有啊，不用送了。这南瓜子对我们前列腺好，这我给儿子留着呢。瞧你，老爹老妈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把小关送走吧。啊，儿子，大海真是个好孩子，懂事儿。我这兄弟啊，人非常不错，
你喝，儿子。我自己来。怎么着？明天还跟老爸出去学修车去？去啊。不过我可有个要求啊，明天去必须得教我点技术，类似于补胎。不可能！你要在边上看，自己能学会了，那是你自己的本事。您看看您爱人这态度。老头子，态度好点儿，别以为自己有点技术就摆谱，做人要低调。低调。儿子，我给您放洗澡水去啊。妈咪，我爱你。嘿，嘿嘿嘿嘿，羡慕。哎呀，儿子，你把我小的时候那学徒师傅教你，可能吗？都是偷偷学的手艺。你想，偷偷学来的手艺，他得多珍惜呀！你就说这修自行车吧，我就是在上班的时候，我车坏了，我到徐叔那修去，我一来二往的我也学会了，所以退了休啊，我就去帮他忙去了。你看见你徐叔叔了吧？40岁不到的时候呢，他下岗了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他得养活着，东罗西借，弄了点钱，开了现在这么个修自行车的铺子，日子刚想好点，母亲查出来得了癌症，老父亲呢一着急得了个脑血栓，老岳父老岳母呢又出事儿了，岳父呢是高血压，得了一个中风，老岳母一急得了一个偏瘫，没完呢，爱人又出事儿了，说是得了一个什么，就免疫系统方面的一个疾病，抵抗力低，出家就感冒，天天在家猫着。这就是你徐叔叔。不是徐叔，他们家不是还有孩子吗？就一个呀，也是个儿子，考上大学了。嗯，黑龙江，在那毕业以后呢，找了工作，安了家了，当上门女婿去了。要搁在你老爸我身上，门儿都没有，我肯定不会答应。但你徐叔叔是啥态度呢？老刘，我儿子结婚了，给人当上门女婿去了，这下我儿子可有奔头了，生活有后盾了。我服了。我觉得像徐叔这样的人啊，他就是活明白了。儿子说得好，所以你老爸我呀，这么些年也是潜移默化的跟他学。你说你打小啊，有你这个特殊的爱好，没有考上我跟你妈希望的那个大学，对吧？但是我跟你妈都支持你，因为我们儿子走的是正道，我们放心。但我们也知道啊，他得遇到坎坷、困难，遇到挫折、失恋，还有老爸老妈攒的这10几万块钱，不也都花了没？这些个事儿不都发生了吗？你老爸你看出来没？依然快快乐乐的，为啥呀？咱家这点事儿，跟人徐叔叔家比，那还叫事儿吗？我呀，烧高香了，烧高香了，太知足了呀！儿子，孟妮儿啊是个好孩子，他不容易呀。他现在的这个选择和决定，对你、对他、对他爸，那都是好事。他爸这个身体还能扛多久？往长了说，3年、5年、10几年；那往短了说呢，那就不好说了呀。所以孟妮的心里他有多焦虑呀，对不对？他不容易。咱们呢，多理解他。以后万一过了很多年，他要遇到什么困难求到你面前了，你还必须得帮助。这是做人的基本厚道，记住了。我知道。什么都是浮云，好好的活着，学会知足。老爸进去了。啊，谢谢你。
孟叔，我是刘一鸣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刘一鸣，下一位。从目前恢复的情况看，孟老先生可以出院了。我爸外伤虽然是好了，那他老年痴呆症怎么办？这个问题短时间内恐怕解决不了，或者是根本解决不了。我的意见呢，下一步应该安排老爷子去疗养院，而不是一直住在医院里。知道了，谢谢。不，孟老先生下棋呢。爸，跟谁下棋呢？该你。刚才有人来看过我爸吗？不知道啊，一会儿可以去问问，也许是4号床的老王，那可是个老棋迷，天天端着棋盘子到处找人下棋。张志恒，哎，孟叔，该你。好嘞，来，我陪你一下。病人如果还能下棋的话，说明他大脑的逻辑思维还是清晰的，应该鼓励。该你。好嘞，该你。那个疗养院呀，好是挺好的，可我觉得也太贵了，而且都不在医保范围里面。如果要只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呀，那就不是问题。以他们那儿现在的环境、设备还有医生的水平来说，对孟叔叔确实有好处。可是，妮妮，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你告诉我，要我好好的照顾孟叔叔？这次听我的，好吗？志恒，是我要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么一次名正言顺的机会。我们走喽，妮妮，我跟孟叔在车上等你，别急啊，小心一点。那最近感觉身体怎么样？还行，挺好的。挺好的。通过你们的治疗，这几天恢复的不错，感觉到。护士，那个王叔叔呢？啊，不清楚哎。哦，老王他出去治疗去了。哦，那我信息就放在这儿，回头你帮我谢谢他。哎，好嘞。谢谢。今儿这么清闲，你怎么没陪老爸呀？志恒把他转到之前那家疗养院去了。疗养院？就是在海边那家。歧视就是歧视。行，慢点吃啊！哎呀，怎么弄得跟难民营回来似的？就我那摄影棚，还不如难民营呢。我们那教练知道我们队里有个女孩发胖了，拍照前竟然让她去灌肠。灌肠？为什么？拍照的时候显瘦呗。那女孩2次就撑不住了，要我说拿电脑修一修也行，就不拿模特当人。天哪！哎呀，这真干什么都不容易。也是，人比人还能比啊。怎么样，你这个张少奶奶当的？别胡说，什么少奶奶？我才没胡说呢。你爸现在病也还可以，生活上呢你又没有什么顾虑，
我要是你的话，就每天睡到自然醒，醒了以后呢，吃一顿营养早餐，然后再做一个瑜伽。中午呢，睡一个午觉，醒了以后去做面膜、做指甲、购物。晚上以后就跟你的骑士谈一场轰轰烈烈。哎，差不多行了啊！这几天没见你，还一套一套的。哟，现在还不能说你了？其实我也这么觉得，这天天这么待着也不是个事儿，还这么年轻，总得干点什么吧。妮子，你是不是大小姐的生活过惯了？要不你也像我一样，找一份工作，你就知道社会的残酷性了。这个呢，是我们创意部门给7度空间少女、公主和优雅系列做的广告宣传创意。公主系列的创意呢是即使没有王子，我也是公主。少女系列的创意呢是我的舒服我来定。孟主，对不起啊，哎，问你一下，之前住这个床的孟一清是不是换房间了？哪儿转院了？为什么呀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听说好像是转去滨海疗养院了。要记得吃药啊。爸，吃点水果。那走了啊。爸，你说多奇怪啊！以前一鸣在的时候，会因为没钱，住不起这么好的疗养院发愁。可现在有了志恒，好像什么事儿都可以解决。可心里怎么还是空落落的？妮妮，爸，看什么呢？妮妮呀，都长这么大了，你看好漂亮。这哪是我呀，爸？妮妮，30万元，30万元！哎，冰冰，哎，30万奖金！那这，看看，啊，30万元奖金！这赞助商的实力还是很大的。网络电视同步直播。网上查到了，我给你念啊 ，www，这么快？对，是这个。别动。海州作为一个新兴的旅游城市，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城市名片——海州女儿。当然是以我们海州本土的年轻女性为主。那对冠军而言，除了不菲的奖金之外，还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吗？哎，夺冠者将会为冠以海州女儿的美称。那么除了可以参加我们海州的城市宣传片以外，还将代言我们海州的众多的知名品牌，可以说是一次走向成功的绝好的机会。只要你敢来，就可以参加。既有钱又能出名。
有了名就更有钱，有了钱就更有名。看看怎么报名。海州女儿广告，那图片很像你。我没觉得。那就一定是那个图片很美，所以啊，孟叔叔才把它当成是你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都在想，我该做点什么好呢？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啊。可问题是，自从我毕了业以后，我就真的不知道了。直到今天，我爸告诉我这个选秀的事情。你报名了？是啊，我已经给节目组发了 email。帮我接个电话。哎。哥哥。听好了啊，2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，从现在开始手机24小时开机。第二件事儿，挂了电话以后立刻订一张回北京的机票，越快越好。这边有个组。这些东西虽然很美，什么戏啊？瞎问什么呀？题不挑，赶紧回来就对了。行，回去给你打电话。订完票就告诉我，拜。好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这样的比赛对你来说意义不大。为什么？你并不需要那30万，你也不需要这样的机会。我不光是为了这些钱才参加比赛的，是，我也希望我可以得到，因为这是我自己赚的第一笔钱。还有，我本来就是学表演的，能上舞台上实践自己，这有错吗？我还不足以给你安全感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否认，但是安全感不能够代表一切。就像你之前说的，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。我一直都觉得我挺独立的，我希望以后也是，包括经济上的独立。志恒，你知道吗？我如果做不到，我就没有勇气面对我们俩的感情。好，这样啊，你说的呢，我都理解。可是，我还是觉得，像你现在这样的身份去参加这样的选秀活动，不大适合。我现在什么身份？是，你说的对。我现在适不适合做这些事情？放心吧，等他们寄来参赛证的时候，我不去就是了。